近日本港接連發生嚴重火警，其中喺佐敦道華豐大廈嘅3級火更加造成多人傷亡。翻查資料，大廈嘅樓齡達到60年，屬於舊式嘅商住物業，低層有健身中心同埋賓館，上面先至係私人住宅。唔單止實際用途混雜，安全議題亦都一直受到關注。屋宇署早喺08年已經指示相關嘅業主立案法團需要提升多項設備，包括更換大廈嘅防火門同埋梗窗，亦都要用耐火物料圍封公用部分。不過法團前後就拖足16年，始終都冇理會到。直至早前嘅致命火災，根據初步調查顯示，大廈入邊嘅煙霧警報系統、消防栓、喉轆同埋滅火筒等等全部都失效，令到1樓天井起火之後，火勢迅速蔓延向上層單位。有建築測量師就相信意外本來有機會避免。樓宇咧係對單面街啊，咁後邊呢，佢就寧願開放式走廊，可以容易通風，亦都係可以喺個經濟啲嗰個做法。咁咧就所以早期係有嘅，不過就去到70年代咧就都開始都會少咗啦。如果有消防系統仍然有功能咧，亦都可以喺個火味就好猛烈嗰陣咧，佢已經可以有譬如有住客啊，可以用嗰啲嘅消防喉轆去即刻去救住火先。甚至乎如果有啲嘅滅火筒，佢可以喺附近嘅話，即時都可以咧控制住個火勢，方便到啲人疏散，減低個傷亡啦。可能有啲嘅防火門其實有破損，呢啲防火門咧冇辦法係自動關合啊，或者係咧都容易有啲煙咧可以喺啲公眾地方可以湧咗入去走火樓梯嗰度咧，咁變咗整體嚟講，成個大廈個逃生都受到影響啦。對於點解16年嚟都唔遵從消防安全指引，又唔做消防年檢同埋強制驗樓，大廈法團主席近日就開腔回應，話有顧問公司曾經就住消防改善工程開價超過3000萬，法團認為太貴唔合理，希望工程物有所值，結果就冇跟進到。何其業認為呢種講法站唔住腳。大廈咧就我哋叫做60年代中去落成啦，樓宇嘅密集咗啊，咁其實咧就我哋都要求有一個消防改善嘅，要求佢喺一啲嘅商業部分以上嘅1-2層都可能要做翻個花灑系統啦，咁樣喺咁情況之下可以令到個安全水平提升好多嘅。法團主席佢話報價係比佢哋最初了解嘅係高，夾錢係一個問題，但係都唔可以因為咁而乜都唔做。呢個例子俾我哋睇到咧，如果唔做翻基本維修或者從而提升咧，其實風險就好高啦。咁你可能係好多人命、好多傷亡，就因為你可能講緊嗰個1-2千萬，咁而導致咗係冇辦法挽救嘅地步啦。而且有消防改善工程嘅資助嘅，都唔去進行工程咧，咁我覺得有陣時有啲嘢係好難推説到嗰個責任嘅。假如大廈有一定嘅樓齡，消防設備或者管理意識都唔夠，法團方面又冇意欲改善，或者經常因為維修保養問題引起爭執。咁對於舊樓小業主嚟講，仲有邊啲方法可以保障大廈嘅消防安全呢？如果法團或者係我哋嘅管理公司係唔係積極嘅，咁作為小業主咧，其實都要做幾樣嘢嘅。第一，自己有冇積極地去要求進行呢啲工程，因為係影響緊自己嘅安全嘅。第二，要睇翻自己嘅防火門，起碼個單位裏邊嘅防火門係咪自己係穩妥先？如果都係處理唔到公用地方嘅咧，我覺得佢可以積極地可以同有關當局，譬如你好似處消防處，咁如果你多人去投訴，我相信咧政府就會緊張嘅。呢個位置咧係需要大家要小心啲，要盡翻自己嘅本分先得。火警入邊另一個焦點，亦都係市區規劃常見嘅現象，就係同一座建築物嘅用途非常混雜。以華豐大廈為例，除咗劏房、大型健身中心，仲有多達35間賓館。如果呢啲賓館係持牌賓館嘅話咧，其實而家嘅現行嘅做法咧，都會考慮嗰個人數啦，佢嘅走火對於嗰個樓層嘅影響啦。走火人數咧，我反而覺得係未必係最關鍵。反而係咩咧？佢哋嘅使用嘅狀況，因為如果係短期租住或者居住喺度咧，
可能佢哋唔習慣啦，或者係唔識得我哋叫做本身應有嘅管理嘅一啲嘅守則啊。譬如呢啲防火門唔好隨時打開佢啊，唔可以擺垃圾喺啲嘅公眾地方啊。會唔會太多賓館而導致樓宇個維修狀況？可能好多渠管啊，太多外來人士啊，咁其實咧就可能對樓宇嘅整體管理都有所影響咯。更加冇咁在意，啲業主更加係比較少積極參與整體大廈嘅應有嘅維修保養。針對今次個案咁樣，大廈法團遲遲都唔遵從消防安全指引，雖然當局多次勸喻，亦都無效，最終就發生意外。有人批評相關條例就好似冇牙老虎，何巨業就同意日後應該更加主動咁樣執法。呢種唔做嘢會影響到個公眾安全，甚至乎途人又好，或者去呢個大廈探訪嘅一啲嘅人士，甚至乎喺度住客。消防改善工程咧，而家咧就係現有法例就未有，但係政府我都知道咧，佢將會而家積極，其實都係考慮緊去修例，加入呢個咁嘅所謂嘅權力嘅，可以介入做咗呢個改善工程，再向相關業戶咧業主咧就收翻相關嘅費用。你靠政府做咧，個個都會唔做嘅話，可能10年8載都冇辦法做得到好嘅。所以咧，都係喺個檢控上邊，檢控同罰則。佢建議改用定額罰款嘅方式，如果大廈嚴重違反消防條例，過咗容忍期都冇改善，當局就應該定時罰款，唔需要每次都排期上庭，希望能夠改善舊樓嘅消防隱患。